中华县对2009年开始启用中青幸福卡，之后户口伫咧中华满65岁，或者是有领身心障碍手册民众，拢会当申请。逐个月有1000点的社福点数，会当拄客运的车钱。中华县社会处即阵搁再参一代替合作，对7月初一开始，也会当用这中青幸福卡坐火车咯。台湾已经进入高龄化社会，以中华县来讲，65岁以上的时段有22万多人，占总人口数大约18%。为着鼓励时段出外行踏，中华县按7月开始，中青幸福卡买当坐火车。那坐火车吼，还搁较方便，哎呀，都直接刷就会使啊。但是坐市内公车，像我拢伫喺溪头对无，迄就免钱啊。 没有，在家里没有地方去啊！有这张卡就方便的，内面甲刷了路了，就用吸过去啊，拍拍照。中华县社会处表示，中青幸福卡唔但会当免费坐大众运输，去年开始伫合约诊所嘛会当拄50块的挂号费。咱来时段吼，会使用这张卡来坐火车啦吼。希望这张卡每个月1000块，啊，长辈也使用在行的方便，吼，看病，吼，还有我们出去走一走旅游都可以更方便吼。中青幸福卡逐个月内底有1000点的社福点数会当用。中华县社会处表示，县内符合资格的人数大约有26万多人，目前申请人数大约6-7成。只要是65岁以上的时段，或者是有身心障碍手册民众，呼吁符合资格的人，拢会当去申请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